桃园启英高中自信科的学生代表台湾去阿布达比参加亚洲机灵竞赛，伫青少年机器人的这项摕到头名。伊嘛鼓励协会甲英文学好对写程式有正大的帮助。嘛讲毋免惊做毋对，一起铁齿去修正，就会做对咯。操作机器人做业甲蛋的动作，骹手正溜达。桃园启英高中自信科的学生吕家静甲林家佑。代表台湾到阿布达比上中国首府阿布达比参加第2届亚洲机灵竞赛，伫个青少年机器人项目摕到金牌。很惊喜是我们。那觉得过程当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？就程式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全部的程式语言要重新学。当时知道得奖的时候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们可以在这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，可以做到这么好、这么棒这样。这边参加比赛任务的分工，吕家静加停色林家佑是操作机器人一个路线加动作的设计。经过老师指导，突破各种困难，一直苦练，总算得到金牌的好成绩。经过苦练，然后当时比赛在这个整个竞争压力之下，那个稳定度都是没有表现出来，就是没有办法赢人家了。伫个竞争正激烈的比赛，会当摕到好成绩。2位选手借着这边的经验，鼓励学弟妹英文学较好的，对写程式帮助正大。一个莫惊做唔对，努力去做，做唔对改过就好。因为这届亚洲机灵竞赛，台湾代表队总共有115人参加，对手包括韩国、日本、泰国、阿联酋等14个国家。上尾咱摕到12金、6银、4铜、3优胜，排第1。记者综合报道。